小姐，你唔係揀車牌嘅咩？我而家準備揀啊！你記得勾選嗰個唔要數字4嘅車牌啊？知唔知啊？點咗啦？仲有啲咩騎呢古怪啲組合你都冇揀啊？咩67啊、69啊、5354啊嗰啲啊唔得噶，唔好聽又唔老禮啊！仲有啲英文字母呢個因住啊，咩 ON9嗰啲啊都唔揀得噶。英文點解？ON9啊，戇鳩啊！你啊平啲俾我啦，170得唔得啊？我都唔講價啦，就175啊，170唔得，168俾我啦。168點啊？168一路發啊，好意頭啊，幾好聽啊！哎呀得噶啦，168俾我啦，大家都攞個好意頭啊，好嗎？俾啦，哎呀攞個好意頭啦！咁呢個幾錢啊？9一斤。哎呀800啦，好意頭啊！哎呀，出面40度啦咩？空調開咁低做咩啊？25.5度啫喎。都話咗空調咧，最好就開到26.5度啊，咁啊又慳電啊又舒服，27度都得。26度咧，我就已經覺得你喺度試探緊我噶啦。25.5度啊，就完全過咗嗰條底線啊！嚟去都係爭咗0.5度啫嘛，邊有咁誇張啊？嘿，你以為啲10幾年嘅老古董啦，你都唔知幾級能效噶，好嘥電噶，你快啲調翻上去先啊！咁不如換部慳電啲噶啦，呢部都唔識製冷啊！我都知佢唔凍啦，咁換空調唔使錢咩？喂，咁啱好而家咧，美的空調有滿40歲減400嘅巨惠活動啊！40減400，你講錯定我聽錯啊？好啊，因為美的空調40歲生日巨惠40%啊！抖音商城領消費券啊，至多減400啊！而且換新補貼至多可以慳1100蚊啊！無風感系列嘅空調咧，仲可以享受零安裝費喎，真係好抵喎！咁快啲換翻部慳電嘅先得啦！我8點46分叫你解凍豬肉㗎，而家足足過咗43分鐘啦，你都仲未去，成日都咁啊！琴晚叫你沖涼，叫咗3次啊，每隔15分鐘我就叫你1次，叫到我都攰啦，成日都拖延症嘅，而家即刻同我冰箱攞個豬肉出嚟解凍，3、2、1，即刻！